同款是进无来提心吊胆，也有高雄这阵开工厂的头家。高雄人武的这个德后里，有一大阵开工厂的头家，每一届若看到上大雨，就带咧等，因为因遐见若落大雨，就做大水。政府讲，因遐是私人的工业区，因无法度介入，所以排水的设施无完善，水沟啊嘛无人清。100外的头家是真感叹。 白白拢是合法的工厂，白白拢有纳税，因煞像孤儿，当年爱来忍受着饮水之苦。提面桶一直卡水泼出去，就惊讲工厂内底机台一直浸入水内底。这个所在是伫高雄人武德后里，落大雨就会淹水，无几分钟的时间，水位就到骹巴啊。每一家每一户大约都是有垫高啊，这垫2次，一盖。 才有100外间的工厂，实在是淹水淹甲会惊。到底排水是有啥物问题？原来是这是私立的工业区。得到的反应就是说啊，你们这个是私人工业区，我们政府单位没办法给你介入。不是政府开发的工业区，工业本色爱家己开钱处理，水沟袂有人来清。你即摆看这条水沟做好看，排水的功能就是零。做一个交代一下，说他有做排水。 最近西南风真透，南部嘛落大雨，高雄照常上班上课。这间工厂的业者嘛要继续开工，就惊讲会阁做水灾。是能够修好，让它变成一个跟一般的工业区，或者是政府内管的因为国内有太多类似这种私人工业区。它不是依工业区的形态是整体开发，可能他们要成立管理委员会，然后跟政府机关这边然后相对的来讨论。长期发展所出现的问题，第一期要安怎来解决？目前敢若会当靠抽水站，看积水也是淹水的办势，会当减偌济就算偌济。